喺台灣菜市場人手一個只需要幾十至幾百蚊台幣嘅按摩袋，最近喺墨爾本竟然變成咗一個要計195蚊嘅時尚單品。有墨爾本嘅街頭品牌推出咗茄子袋系列，以台灣常見嘅茄子袋為靈感，重新設計成大型 PVC 手袋，加入咗皮革手柄、羊毛內籠同埋防水拉鏈。但品牌對於台灣來源嘅介紹只係出現喺少數嘅社交媒體貼文入面，產品介紹本身就冇詳細咁樣交代。於是就有人開始質疑，當一件承載咗咁多文化記憶嘅物件被重新包裝成一件貴價時尚商品嘅時候，究竟只係設計靈感定係文化內容呢？其實呢一個問題喺澳洲並唔陌生，多年嚟原住民藝術都有面對住類似嘅爭議。好多非原住民品牌都有用到土著圖騰或者文化元素，但係就冇清楚咁樣標明藝術家同埋來源，甚至冇得到適當嘅授權或者令創作者可以分享到商業利益。呢類非正宗嘅原住民藝術商品，往往會損害咗真正原住民藝術家嘅文化權益同埋收入。而時裝界其實一直都有用唔同嘅文化符號，例如和服、印度刺繡、非洲圖騰等等，所以問題往往唔係可唔可以用，而係用完之後有冇交代到佢係由邊一度嚟，邊一個嘅文化被看見，又或者有冇人從中得到利益。文化本來就係會交流，都會被重新創作，但多種文化只係剩低好睇嘅圖案，佢背後嘅人、歷史同故事就被抹走，呢一個先係真正值得我哋思考嘅地方。所以下次見到一件好有異國風情嘅時裝時，不妨先問一句：我哋見到嘅究竟係一種文化，定係一種被重新包裝嘅文化想像呢？